或者我想補充問一點先啊，盧生，就關於嗰個香港花旗銀行銷售員工嘅績效考核咧，就請你講講喺文件 W34C 嘅45.11段所述用到嘅評核員工嘅表現各種嘅元素，即係客戶嘅服務啊、合規同埋監控情況同埋財務表現啊等等咧，係各佔嘅比重。咁啊，請佢講講啊，盧生。係，主席。喺我哋嘅銷售員工裏邊咧，咁其實收入係一個其中一個指標。咁當然喺我哋嘅item 15AB 裏邊咧都有詳列到。咁收入方面咧，其實不但只係講緊即係員工可以幫到銀行方面嘅收入，其實會睇返究竟會攞到嘅，譬如話新客戶嘅數目啊。又或者人客嘅嗰個 footing， 即係嗰個錢嗰個量度嚟作出一個 combination of 唔同嘅考核嘅。咁而嗰個incentive 裏邊咧，包括如果收入之後，如果佢做到譬如 let's say 100分，咁但係咧，如果佢嗰個喺 Group B 我哋所講話新嘅 customer嘅 acquisition 或者喺 footing 方面咧，如果達唔到標的話咧，都會有個 discount。咁呢個係講緊收入方面。另一方面咧，其實我哋每一年咧，每一個客戶經理咧，我哋都會做一個 sampling， 睇翻佢個客人嗰個 service 嗰個滿意程度嘅，亦都做咗嗰個電話訪問之後咧，亦都會問翻客人滿唔滿意整個財富管理服務，亦都會問翻客人對嗰個員工嗰個前線管理人員嗰個滿意程度。最後咧，亦都會睇翻喺合規同埋監控情形咧，就會睇翻當時譬如話佢會唔會有人客會有投訴佢啦，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我哋自己內部嘅檢測，例如所講神秘客戶啊，我哋嘅 phone monitoring 啊，我哋嘅 branch review 啊，等等，去發現一啲嘅誤差，因為咁樣咧，我哋亦都會去有一個扣分制度。咁所以其實整個incentive 係一個 balance scorecard 嘅形式，亦都會係包含咗喺客戶服務啊、合規同監控情況同埋銷售人員嘅財務表現。阿盧生，你剛才提到就係有呢個 incentive 嗰個 scheme， 但係你嗰個文件其實同一段即45.11咧，你就講明係冇一個銷售目標或者係獎勵計劃。咁你即係剛才講過呢個唔係指呢一點係咪？冇目標計劃係指一個 specific product。咁但係整個個獎勵計劃咧係包括所有嘅產品，包括 deposit 啊，包括fee 即係 investment fee revenue 啊，包括所有嘅其他嘅加埋一齊。咁但係我哋冇 specific 一個係就住雷曼產品或者一個 mutual fund 產品嘅一個高俾翻佢哋。盧生有冇會後提供咧呢幾個因素嗰個嘅比重啊？員工喺呢方面嘅幾方面嘅表現嘅比重話俾我哋聽，書面提供俾我哋。可以。想澄清一點啫。先前有即係今日同埋上一次咧，有同事問過你係關於你嗰個嘅即係嗰個收入啊，係關於呢啲嘅結構性產品嘅收入嗰個比例，你就話係即係個比例好低啊。咁你話其實就係佔嗰個整體好少啫，你冇乜嘅即係誘因去推銷嘅。我想你話俾我聽，你嗰個再講多次嗰個比例係幾多？主席，個比例係總收入嘅0.4%，喺0708年。0.41啊0.4。0.4啊。係。0.4咧就係嗰個基數係咩咧，盧生？個基數係整個我哋 consumer bank 裏邊嘅所有嘅產品收入。咁如果個基數改為所有嘅投資產品嘅話咧，嗰個百分比係幾多？肯定唔係0.4啦。主席幾多咧？主席係1.2%。1.2%。OK， 好啊。咁俾翻招培忠議員。主席，我嘅問題咧，第一個問題就問阿盧生，你而家雷曼嘅產品係發生咗意外，無論如何喺你哋銀行嚟估計呢，有冇預測咁嘅事情會發生呢？盧生，主席，雷曼今次呢個事件係我諗當時同埋就算而家睇翻
如果我哋去翻當時嘅情況，我哋係預料唔到，亦都當時冇一個金管或者冇一個評核嘅公司，即係 credit agency、rating agency 或者冇一個金融公司其實能夠預測得到，所以我哋係預測唔到。知邊？主席，既然係預測唔到，你可唔可以講你哋咧就係唔了解你哋推銷嘅產品咧？盧生都有責任係唔係？盧生，主席，我哋唔同意呢一點，亦都我哋理解產品，只係我哋估唔到一個由一個 single A 去到 default 一個咁嘅機會，因為當時喺整個市場，如果大家去翻07年6月至9月嘅時間，我諗當時冇一個金融機構或者冇一個rating agency 係會估計得到雷曼會有機會破產。咁亦都我曾經提及過往8年，其實由一個 single A 去到 default 咧，只係低至0.08%。咁所以當時其實冇諗過呢個咁嘅情況出現。知邊？主席，你既然冇諗過，都係你哋有錯失，係唔係？我雖然唔好歸咎責任嗰度住啊，即係呢啲咧，即係主席啊，你要了解。因為我哋遲啲會做嘅呢個係。我唔係叫話一定係，但係咧個事實已經擺喺度，佢有無可推卸嘅責任，因為佢自己嘗試成日推走嘅責任啊嘛。好啦，主席，既然咁，第二個問題，你話了解你嘅人客，你叫你嘅人客咧，如果嘅投資多過20%，你就唔好做。好啦，如果人客能夠提出佢而家損失係多過佢20%，你係咪承認呢啲係你哋嘅責任同埋你哋嘅錯誤呢？盧生，主席，喺整個監管環境，當時我哋係有一個責任去喺唔同嘅情況底下去 remind 翻嘅人客。咁喺當時嘅情況底下，我哋喺一個 subscription form 裏邊呢，其實係有清楚提及到，亦都提醒人客當時係唔好超過20% of 佢整個資產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當時我哋做銀行嗰方面，其實呢個責任亦都已經盡量問人客。咁亦都睇翻即係頭先議員頭先講個問題。咁亦都喺人客唔同嘅層面方面嘅損失，其實我哋之後其實亦都顧及唔到，咁所以我哋希望喺銷售呢個產品嘅時候能夠盡忠呢個責任。知邊？主席，既然係咁嘅情形，不幸嘅事情又好已經發生，你銀行會唔會嘗試幫人客再次去接觸，好似你上一次答覆呢個李慧瓊議員嘅問題一樣？去嘗試呢，既然佢損失超過佢嘅身家20%，呢樣嘢作為一個基礎，幫人客去面對面去解決有關嘅糾紛呢？盧生，主席，喺每一個和解嘅磋商，亦都要去建基於好多唔同嘅因素。咁我哋唔能夠單一用一個因素話。如果你損失20%，亦都當然呢個證據好難去做一個客觀嘅評論。咁我只係答翻議員個問題，就係話，當整件事其實呢個不幸嘅事，大家都唔想。咁我哋其實不但要對我哋嘅人客有一個公平，亦都要對我哋嘅員工、對我哋嘅 shareholder 有一個公平。咁所以我哋希望用一個客觀嘅方法去繼續去調查。當然，如果有一啲新嘅資料，我哋會去繼續跟進。知邊？主席喺盧生嘅答覆入邊強調，佢有幾百單呢幫人客呢就唔落